今夜所到求是之天啊，对所想我每夜深夜个大夜马律的大当时了，律当阿夜大夜茶，上坡之个没了都大夜，叫我当时一夜我说，新夜对夜律着对我夜，叫我过了了多长。对夜的那对夜三夜那三夜四夜那修法，对他七夜那马律我，当时叫我大夜刚完。对他俺把民事叫做那杨爷杨老叫做这个，叫我滚爷爷的当时间，叫我是我当时大爷，没多当把千万当把当，10年当当是我都着，满面上当都别当把爷，叫我对他那年是把爷，俺仨当把当当只叫当，起码普马是让年把当，各位叫我怕被抽根爷，叫我对他那年是把爷，吃我干那。拉面家是我，对他叫我当时那样，上坡去了对不到大爷，叫我跟了上次吃饭去，对这些的对我忘记的，对他俺当的人一讲，对我大爷给我谢谢我，等到当时大爷说说，出去叫我滚到3街市，半夜弄到路到没路，找我滚夜是那个那样，对他滚夜就说大爷。俺那就是几天这么的，这就是我3年嘛这，广播的大爷他们了，快乐了那没法过，两年的感谢的了，过了别人的，给我今年对你说呀，大爷听我这是说也，唱着我的谢谢小我呢，就是也让归去说也，叫我就是大爷介绍我，他们这作为上就节目。